掌握先機，快人一步，順勢而為，趨吉避凶。歡迎來到維多利亞玄學堂。2025年庚辰月，公歷4月份，10天干整體嘅運勢都幾有睇頭，吉凶參半，不過各有機遇。簡單幫大家總結10天干排名先啦。塔3、乙木、癸水、庚金呢3個命主喺今個月係比較順。乙木有官星合身，癸水有官星暗合又有根，庚金自己坐月，暗合財星，雖然競爭大，但發揮唔錯。中間位壬水、丁火、甲木，有壓力但亦有力搏命，要識借力用力，唔好頂硬上。較低位辛金、丙火、己土、戊土，比劫太旺，財被劫走，人事多爭拗。今個月要低調啲穩陣啲，唔好衝動出頭。2025年乙巳年裏面好嘅嚟到呢條片，我哋就輕鬆講下庚辰月對4位庚金日主嘅運勢，包你聽完有共鳴、有啟發，仲可能笑一笑。你可能知道庚金係10天干入面比較硬淨嗰種金，啲人話佢係劍，係刀，講就講義氣，做事又有魄力，但有時又幾固執㗎。咁一到庚辰月，成個天氣都變咗土金咁重，啲5行運轉得好精彩。今日我哋就重點睇下4位庚金兄弟：庚辰、庚戌、庚辛、庚子。喺呢個月會發生咩故事？個個都唔同戲碼，唔好錯過。先講庚辰。庚辰呢，今個月係伏吟。乜嘢叫伏吟呢？簡單啲講就係你自己撞返自己，月干月支都係庚辰，即係成個月你都好似照住自己個名，自己同自己鬥，自己做自己嘅對手。啲嘢會反覆唔穩定，好似做咗10樣嘢先成功一樣。但唔使太驚，因為今年係乙巳年，對庚金嚟講係幾吉利嘅。乙木同庚金係有合相嘅，叫做乙庚合。呢個就好似你喺街市遇到個熟人，佢話：喂，不如我幫你介紹個好 job 啦，咁樣嘅感覺。係有人想同你合作，想投資你，想同你拉關係。巳火亦都會同辛金合，所以如果你係庚辰，又有辛喺命盤嘅話，今個月其實有桃花，有財星，有合作機會，只係成件事會唔順利，總係行幾步就要停下，諗下，甚至要反轉頭。你唔可以太急，要學識睇風轉舵，等於你駕船出海，啲風一陣東一陣西，你硬駛只會打側，要識轉舵，你先唔會撞岸。再講庚戌，你就真係今個月玩大咗，因為月令係辰，而你日支係戌，辰戌一衝，衝嘅唔止係運勢，可能仲衝到你屋企、你伴侶、你情緒都唔穩。尤其係戌入面有辛金同丁火，辛金係你自己條根，丁火係你老公。結果而家兩樣都喺戌度受傷，係咪好大件事先？特別係女性命主，老公個運可能低緊，身體唔好，或者你哋感情開始有裂痕，講多句都唔對路。戌又係灰光，即係你個人性格夠硬淨夠爆，一唔順你就好想拍台走人。但偏偏庚辰月咁多土咁多金，個氣場就係壓住你，鬧都鬧唔出聲，搞到成個人更煩。咁應該點做好啲呢？老老實實，呢個月唔係你出頭嘅月份，你要忍，要退一步，唔好咩都頂硬上，要識借力打力。
揾啲穩陣嘅朋友傾下計，聽下意見，千祈唔好自己憋親自己，到最後就真係變衝突收場。記住，你越硬，啲土越壓你。你遠反啲，反而退一步，海闊天空。再睇更新，你就好玩啦。更新係更金嘅本位，係你嘅六神，即係你最有力、最有能量嘅時候。而今個月個神土同你出現咗一個半合水局，咁即係咩？簡單講就係你有啲朋友或者同事同你夾得嚟，又有一齊揾錢或者做 project 嘅機會。呢個月你成個人會好忙、好活躍，但都幾有成績。但問題嚟啦，巳火同辛金有暗合，巳火係你嘅七殺星，但係一合落去就唔止係財啦，有機會變成爛桃花，即係話已婚女人和男士要特別小心。有啲人睇你幾有能力、幾風趣，就想接近你，但呢啲唔係正桃花，係誘惑。所以要睇清楚啲對象係咪值得你投入感情或者時間。不過話時話，如果你做創意、媒體、設計、藝術行業，呢個月係爆靈感嘅月份，真係多產得嚟，又會被人賞識。只要你守住道德底線，唔搞曖昧，事業同人緣都可以亮得意。最後講埋庚子。你今個月同神土有半合水局，仲要只係從神中嚟，意思就係你打開咗食神相關嘅大門。你個腦勁多橋，勁多創意，好似唔使瞓覺都可以諗成堆計劃出嚟。呢啲對你嚟講係好事，因為你可以用你嘅靈感揾錢。講說服力，做內容，做教育，寫作。呢個月係好時機，但係子水又會同巳火暗合，巳火係你嘅財星或者官星，暗合一出就容易出現傷官合煞嘅情況。講白啲，就係你嘅言行容易影響到權威，可能得罪上司，或者亂講嘢令自己麻煩。所以你講嘢要得體，唔可以太囂張太直接。另外，女命就要注意感情會有新對象靠近，但未必係正緣，要識分清楚。男命就更加要小心桃花劫，尤其係已婚或者有另一半嘅人，唔好因為一時被撩就入局，否則收場唔會靚。總結返呢四位庚金、庚辰伏吟，凡事反覆，要等時機。庚戌衝動，感情事業要忍讓啲；庚辛忙碌，有機會亦有爛桃花，要分清界線。庚子靈感豐富，講嘢做事要穩陣啲，唔好搞到自己出事。希望大家聽完有共鳴。如果你都係庚金，歡迎留言俾我，講聲下個月想知道點耍事情，我可以排盤睇睇。Like and subscribe 埋我，下次再同你講明，拜拜。